ようわかりました。先生、やっぱり豪快ですよ。先生的书我真介意，一定会采用。而且，请先生继续替哥伦比亚写歌词，愈济愈好。这摆的稿费，等下我会请会计送去先生遐。先生。わざと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後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社長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Anyway lagi. 这你收起来，后摆再讲。这社长毋是讲这要采用？本计部長の決定は会社の決定だ。既然互你拍落来，我都袂阁用啊。这毋过这还负责互伊啊？咱社内毋是有一寡客盘已經錄好啊，也毋过無發現。是啊。既然是無夠好的物件，咱就袂發現。一個歌詞高演，嘛毋是啥物損失。是，我了解啊。邱长，是。品质真重要，也毋过咱做人的美感嘛是爱注意。趁去互送去，伊所甲嘛麻烦咧。引っ張れよ。刘卡，咱第一场时间到啊咧。互因等。两位大爷，阁想要听啥物歌？好啦，啊无咱阁唱一首即摆上流行的，好咋？你讲好唔好？就是《乌鸦花》。乌鸦花。这首歌你还晓唱啊？底下的大条歌，我拢会晓唱。上月影光明明，
江中的水流袂停，我是照着咱的影，并无照着咱的情。冷风。春天尚未过，青春就讲退，薄情少年家。全是你一个。含蕊有要采，花丛你无爱，家己想看卖。良心讲出来，这首《落花昏》你感觉安怎？甲《乌鸦花》比起来安怎？甲乌鸦花表达的意境无共。乌鸦花写的是去互放肆伤心较悲哀，你这首《落花昏》写的女性较坚强，嘛较轻松。你对歌词歌意拢有真深的了解，你了解我歌的意思吗？我嘛是文明女啊。文明女，对，你嘛是君玉文明女歌词内底都会真歹的查某囡仔。君玉哦，这条歌写得真好，写得真好。来，咱做伙啉，较有意思。我这条歌词敢袂伤粗俗？哪会粗俗？文雅好听，阁有意境。优卡，你哦，敢会使做我的大心妹？你若是无去嫌，喂兄，我这有一个歌词，麻烦你甲我做曲。要毋过，我即摆等去写军乐的歌呢。这哦，这是我昨暝写好的啦。本来想讲家己写曲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是无时间，所以就拜托你啊。你嘛写曲哦？我顶边有写一条，林先讲袂歹。要毋过，林秋两条歌要安怎？哦。你应唱的，我会提互王文峰甲苏东写。你哦，就专心写我这条啦。来。
江上月影。这歌词是伫咧写恋爱的心情。我想应该用较轻快、较甜蜜的 melody 来写。武兄兄真紧就抓到歌词遗憾，这应该是你逐摆写歌拢好听的原因啦。无安尼，我先试看卖。拜托你啊！张康兄，这两条可能袂用的啊。是安怎讲袂用的？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音遮悬，我是惊咱公司的女歌手无人唱会起哩啊。若讲唱起了，可能嘛无好听啦。搁再讲这可能嘛无适合流行歌的原则啊。啊，流行歌是啥物原则？你嘛讲看卖。流行歌的原则，上起码嘛要好听。若无安尼啊，你家己唱看卖，若好听，咱才来讨论啊。我用 piano 弹着真好听，无我弹互你听看卖嘛吼。毋是啦，张好兄，自从你入来公司到即马，你还袂做一条会当用的歌，我嘛毋知安怎甲你讲啊，你家己想看卖。头家，找一碗面。好，做无？开早啉酒无甲我招啊？这当在啉。老哥，不要个一个啊。好。走。最近有咧写什么好曲无？写是逐工咧写啦，好歹我就毋知啊，要看人面色。写流行歌啊，是为了生活。想较开啊。你当时佫变做是为了生活，你毋是一直拢做甲真有趣味？我来讲，其实我正讲的趣味吼，是咧写小说、写文章，所以才会入高物件。干嘛呢？你离开哥伦比亚的原因，才是安尼简单。无，佫有啥物原因？敢讲我讲？你若对人有意思吼，你着要找机会甲伊讲。啊，你一直放在心肝底，人是要哪会知影？这以后再佫讲啦。老哥，你的面好啊来。感谢。啊，最近有咧写啥无？当然嘛有哦。哎，你看卖啊？哦。为了生活，我讲你无兴趣。夜步的大头听，樱园落魄我扶你，总比无迄时。秋英长在青芳里，宰口伫江边。青芳，还是清香的青芳？卖好白想啦，来饮酒。来。天猫啊，你这条工程我有写好啊，你看卖。西哆瑞嗦发西发嗦瑞嗦哆西哆，真好听。那呢，我就开始教顺人唱啊。好爱唱啦。
顺顺阁有真侪歌要唱，爱拢无唱，这回唱啊。